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陈伟民。今日来讨论到台北市长郭文哲最近和旺旺中实集团的这个董事长蔡英文来相抢度。蔡英文董事长呢前几日爱郭文哲回答到这个因两个甲国台办之间这个关系郭文哲今日就回应讲，这个国台办伊的关系就是对手这个关系啊，你旺党甲国台办的是虾米关系？爱家己回答一下吼。另外呢，咱们搁讨论到。过去啦，这个郭文哲定定放掉在郭台铭甲王金平、郭文哲、现主席这三个人到底有要合作落去无？合作了后要怎进行落去？咱来今日台湾新眼界、台湾大代志，要带大家做回来对话。这部电影邀请到四位来宾到店要来对话第一位咱邀请到报道联播网主持人简明燕，姐你好。阿明好，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第二位邀请到台北市政府这个顾问周瑜修，瑜修大哥你好。阿明好，大家好。第三位咱邀请到国民党文传会这个副主委林刚创，每个咱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第四位咱邀请到媒体改造学社理事曲家怡。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感谢四位来宾来到咱节目现场啦。第一位咱要先来邀请到于燕姐啦吼，你安怎看这回这个今日郭文哲市长伊嘛正式讲这个郭台铭这个部分可能。也这要有讨论这个空间，但是咱要先来讨论，就是甲蔡英文这个关系。是，我今日看报纸看到加一个，就是柯 P 雄徛到于志忠这边来骂蔡英文啊，骂伊是讲，哎呀，于志忠的老目屎会哭甲足凄惨的。其实，我想于修到现场哦。柯 P 参蔡英文是好朋友，这是咱政坛大家拢知影的代志。他是甲见面的时阵哦，其实我参几个朋友拢有在场哦，因为阮是认为讲每一个头家、每一个媒体的头家，拢应该去拜访讨论一下。是。所以嘛拜访联合报、拜访电视台，嘛有拜访旺旺蔡英文。蔡英文对伊就是做热情的。两个了后，其实我看报纸，我唔知影见面偌济摆哦，但是我看报纸讲因见面10几摆啊，嘿但是咱嘛是不以人废言。今日柯 P 讲这句话讲甲对啊，媒体做第四权，袂使变成大头家的工具，尤其这大头家若是参中国、参国台办、参伊有关系的时阵，对咱台湾是足危险的。所以伊今仔日安怎讲了后，但是其实咱嘛拢知影，因为我着凊彩找几张报纸。因为我会记得2016年到2018年10月的时阵，旺旺迄当阵蔡英文参柯文哲拢是好朋友。咱嘛知影伊到电视台，伊嘛是不讳言讲伊是安怎都安怎。柯文哲去到双城论坛，坐到上海的时阵，边仔坐15个大头家，第二个就是蔡英文。蔡英文还是主谈者哦。所以我就吹啦，《中国时报》我讲2016年10月到2018年10月差不多2年外，时间我可能没有那么准确，差不多有101条头条。拢是俄罗斯，俄罗啦，因为我就凊彩找啊，我会记得迄摆柯 P 去到东南亚，去行的吼，甲中国时报就会3天5天内底3天是头版头，改俄罗当然中国时报这是我找出来，去年5月的时阵。伊嘛是甲柯文哲讲的话，伊一定是用上头版的，这无啥2版尔，因为凊彩找这张，搁有这张，柯文哲讲阿扁啊，嘛是做到头版，是，对，就是这是嘛是去年5月，我就凊彩找一个，就知影讲伊正经是好朋友，好朋友的时阵，为虾米过去1冬，过去2冬，3、4冬以来，你拢无甲你的朋友讲这句话，就是我拄仔讲的，讲。媒体袂使做工具。是。你2、3冬来你拢无讲，你这2、3冬，逐摆拢参蔡英文见面，你所承认的是10几摆，有的时阵嘛是参加伊的活动，去造势，这个代志哪会使浊世今非，也是浊非今是我感觉袂使安尼，这人就是爱一致下来了。为什么我会感觉媒体这么严重因为咱嘛拢知影。就是中国是咱隔壁国家，咱唔免讲伊无好，但是中国人做假消息，你看，台湾伊即马假消息足济，逐工拢安尼，嘛无敢安尼，这是今年5月，就是北京来搅扰台湾民主，其实即马无敢若是台湾互人搅扰着，
其实隔壁的国家俄罗斯也干扰了乌克兰，是这个中国嘛干扰了台湾，嗯甚至东南亚的国家。哦，你来看相片内底。汪洋去骂台湾媒体的时阵哦，讲恁媒体爱实现一国两制的时阵，边仔这是啥？嘛是蔡衍明。哦，所以我感觉人蔡衍明其实伊讲较白，伊就是伊买即个媒体，就是要做伊的工具，伊就要宣传。因为到独裁国家内底本来就是安尼，但是咱台湾是民主的国家，哦，所以你看，这是这个资深的科技人，因为这是足够进前的报纸，我留今仔日。是。伊讲中国的网军就是水军哦，用资讯战、传播战破坏人民对政府的这个信任。无毋对，是。吼。所以种种来看，其实吼，这个柯文哲甲过去这个蔡衍明这个部分是真好啦。啊，进前这个《中国时报》有写着社论啦吼，伊讲这个柯文哲伊是卖友求荣啦吼，伊讲这个话实在是真重啦吼。是安尼讲啦，但是咱讲实在话，一个政治领袖，伊正前是安尼的时阵，伊爱先做一件代志，就是回息咧讲我歹势，我4当以来哦。这个认贼作父也好哦，然后我4年来无割袍断义，迄是我做唔对。我即摆回息咧，所以我即摆才能划清界限。你较讲后壁不要紧，但是你袂使因为哦，更小更登上去，因为蔡衍明支持韩国瑜，无支持你柯文哲，你就安尼逐工讲骂哦。我感觉这政治一个是咱的品格。一个是咱国家的路哦，这两项是无共款。是，所以要选哦清楚，就是你先回息咧，才来讲后壁你这个代志啦吼。没有清楚嘛，是要有站的就对啊。咱来继续看讲，今仔会知吼，这个柯文哲市长伊是安怎对着这个记者这个回应，咱来做回看法咧。针对之前于继忠你说会痛哭流涕，不过你了解他的理念吗？他的理念是两岸都是中国人，并且包括新闻自由在里面。对的，但是我跟你讲，我讲过啊，媒体作为社会第4权。有他的格调嘛，对不对？不是大老板在展现他权力的工具嘛。不过市长这个有点问题哦，因为当初是你自己先把这个议题抛到台面上，说这个媒体老板教导说这个韩国瑜该怎么讲话，他才会变成一个政治事件哦。是你先把这件事情政治化，才需要回答。哪一台的？中天。那你觉得现在还没有回答问题啊？国民党现在有可能会还没有回答。好的，还没有回答。我们要抽号码牌，一个月。你都还没抽就要了。旺总说他要你说清楚你们2个跟国台办之间的关系，那想要请您可不可以再说？那其实是这样的哦，我跟国台办就是对手关系嘛，因为这个常常要过招互有攻防嘛，不然从其实每年的双城你知道，这个都在过招啊，还有那个其实最惨烈的应该是4大运了。我本来讲说，我跟国台办是对手关系，那你旺同跟国台办是什么关系？啊，你要不要自己回答一下？咱个先请教这个于燕姐来讲，甲国台办吼定定咧过招啦，到底是过什么招？啊，佮讲到这个4大运讲跌到真惨，伊嘛讨论甲真济，到底是什么？伊就是讲是两岸一家亲，今仔变成是对手关系啊。所以这件代志爱讲好清楚，因为伊每一摆去到双城论坛的时阵，拢讲是好朋友啊，两岸一家亲啊，雄今仔变成对手的关系。啊，其实这是今仔日一开始讲的话哦，是等去到差不多5当进前，迄当阵的柯文哲，因为柯文哲这4当以外哦，开始做的参，伊今仔日真正无啥共款，因为正前的时阵，伊嘛到会议内底哦。美民进动不要紧，吼，但是伊定指示的，就是伊内部比如讲有讲过台独的迄个市民的活动，伊不准观传局主办，定这款代志拢足侪，所以我感觉不要紧啦，因为柯文哲讲话，柯市长讲话543，逐工无共款，咱嘛都关系啊。但是做一个市长以外，今仔日要做总统的时阵，其实我希望伊讲清楚，伊谈。中国时报过去4当以来，中国时报遐尼听力，啊那对偌这个新闻哦，是中共投入媒体的时阵，你所知影的，因为你一定知影嘛，你今仔日才讲甲遮白讲，迄是作为威权工具的打手，所以过去4当，你每一摆食饭的时阵，食饭了后。报纸就做你头版的时阵，这个代志，其实我认为伊嘛应该讲清楚。因为做一个，咱知影媒体爱到民主社会内底爱做实在，是的是，唔是的唔是。但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是共产党一党专政。
因的新闻啊，是主播台是迄个哦，爱摕去到中央去看。心就得改了吼。对，啊，而且因出来像香港的报纸到前几年开始哦，伊的报纸出来的时阵，选举投票迄天，报头拢是共款，标题共款，图文共款，敢若剩一两间的报纸无共款尔。咱台湾无希望安尼，啊，所以这可比袂使话讲一句话，就讲啊，这个你过去的好朋友唔对，啊，你还佫讲你对过去对伊苦口婆心讲偌济，所以伊要做你头版的时阵，甲你这个，甲你捧起来啦吼。对，迄当阵你有甲伊讲卖安尼，啊，你有甲伊讲，你无希望讲中国时报逐工甲伊抱，啊，甲伊讲中国时报头版是无好的，这代志若是拢无做的时阵，我认为可比今仔日态度无应该遮尔摇摆。是，不过咱小人所看到这个几啊天，这个媒体记者啦，就是网中这个记者一直问。第一就是问到郭文德市长啦吼，啊，咱要请这余修哥来回应，就是讲，你看这个郭文德郭市长啊，这几天来啦吼，已经10天啊，啊，尤其这个郭市长特别，若是问到这个问题的时阵，伊就讲你是倒一台的，你是倒一步的，这款的态度，甲伊过去吼，就是面对着咱头到于燕姐讲着，啊，较早人写你好的时阵，甲即阵现主是咱甲你修理的时阵，你的态度是安怎？无啦，这是安尼吼。伊个于燕姐讲的，就是讲当然，甲市长讲的相共，就讲媒体做第四权嘛。啊，老师嘛拢伫遮，这个部分我就无搁加讲啦，吼。大概拢了解。第二点，我较无同意吼。于燕姐讲啊，过去听你啊，你做了毋对，就拢袂当讲。所以于燕姐有2个赞助，第一个赞助就是讲你爱先道歉，啊，较早进前的。这是安尼吼，就是讲，媒体有媒体的立场嘛，媒体有媒体的立场嘛吼。今仔日大家拢知影讲中国时报伫台湾的状况嘛，甲伊甲中国的关系嘛，吼，所以我无同意，就讲啊，过去听伊好朋友拢袂毋对，啊，拢袂当袂讲一，啊，讲到爱安尼，记者安尼酷录嘛，这头一点，吼。第二点就是讲，迄个2015年的时阵，迄个两岸一家亲，甲4个互相，坦白讲，当时的台北市议员，即摆立法委员吴思雅委员，嘛公开讲。啊，郭市长这个讲法是符合台湾主体意见，伊甲阮蔡英文蔡主席提出的台湾来维持现状是基本的态度是一致的，是一致的。我毋是讲蔡主席毋对，因为每一个时空环境，吼，就算到即摆，我嘛无认为讲蔡主席讲的完全拢毋对啦，吼，坦白讲第一点。所以讲今仔日要讲到中国时报，恐惊是安尼。第二点是安怎讲，甲迄个国台办是对手的关系，大概2条代志，一条大家较定听，就是讲。2017世代文的时阵，中国希望头一个甲你讲，蔡律师袂使上台，伊无上台，换我落台啊。第二个甲阮要求讲，啊，若伊要上台吼，伊袂使用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市长讲，啊，伊着总统着活动伫我遮办，啊，伊袂使去哩，伊袂使叫总统的。第三点，中国也讲，啊，阮的团体赛来的时阵。安全性，市长讲安全性无问题，但是你若去拄着美国咧团体赛吼，你拍篮球、拍野球吼，台湾人吼有可能甲美国拍破啊，无一定会甲你中国拍破啊。你要来毋来，你团体赛你要来毋来，迄就负责你一点。第二点，较近的是，即个上海论坛的时阵啊，拄着国台办的主任嘛，老主任要来进前，国台办问市长讲，啊，若老主任要来见面吼，要讲啥物话啊？吼，市长嘛讲吼。1国2制，一个中国，九二共识，这毋好讲，这卖，吼，这你免伫我面头前讲。中国足趣味讲啊，若讲这，我市长有啥物反应吼？市长讲啊真简单，啊若讲这，我就讲香港问题啊嘛，吼，所以讲对手的关系是讲，咱今仔咱伫台湾，其实包括国民党也好啦，咱用心讲，就是讲脚踏台湾地，头顶台湾天啊，是每一个人吼，对这个国家的爱方式无啥相共尔。是啦，咱。无法度去讲讲啊！我著喊较大声，今仔我较18安尼，我喊较大声，你喊较细声，就无爱台湾。我感觉是无应该安尼，这就对手关系啊。啊，要徛伫台湾的利益，以台湾的利益甲民众上大的福利为标准的时阵，就是咧讲，我伊个于燕姐有讲着讲，啊，咱到底一声讲是对手，一声讲是即个爱互相谅解，吼。啊，其实坦白讲是安尼啦，吼。面对真济事务吼，我相信较正存为止。这个世间所有的代志，敢有倒一条是1、2、3全木头人变安尼吗？
是安尼吗？是啦，不过那这么这个简单，都无遮复杂吧？是，但是咱嘛要做回来检验，就是郭市长较早进前这个中国这个言论甲即阵啦吼，咱等下小看来看，咱先来看讲这个蔡董事长对郭文德声明的这个重点有大概2项啦，就是对伊的这个认同，台湾人就是中国人，要希望着两岸和平来发展吼，望两岸好，台湾才会好，拢是出发点是为台湾啦吼啊。有10届吼，10外届这个见面啦吼，敢讲你唔知影，你无了解我爱台湾的这初心啊，这是蔡董事长对郭文德所讲的吼。啊，另外咧就是讲啊，关这个伊讲哦，这个旺中是国台办的这个传声筒啦，你着莫有禁忌，你着大胆讲出来，恁是查甫人，你就是做伙讲出来，咱要继续来请教咱的这个川哥啦吼。你安怎看讲这个蔡英文对郭文德的这个声明，啊，甲郭文德市长？现主现甲安尼回来，两个人伫遐相呛度。他都咱有讲到，其实咱讲媒体是第4权啦吼。啊，这个旺中集团伫咧咱台湾做遮侪的宣传，到底伊是伫咧生意上的，还是有政治目的的？这咱先判断讲，伊到底是徛咧倒一个方向。当然，你也讲敢若做生意的，伫咧台湾，伫咧媒体，伫咧大陆，足侪嘛是伫台湾摕足侪案的吼。所以讲，拄到即种迄个媒体的部分吼，咱想的就是讲，今仔日也有伫。台湾有很明确的证据讲，好，我今仔就是因为你要颠覆政府的，所以咱会使来归类做红媒，咱嘛使归类做传声筒。但是咱若讲也无直接证据吼，因为你是讲要来颠覆这个政府的，咱就袂当讲伊是红媒。不过这个郭文德市长啦，伊就是认为伊是红媒啊，伊对着这个记者这个回答，伊就讲你若要爱大标签，我就甲你大标签安尼啦吼。啊，其实这个红媒这个认定到底是毋是？咱继续来讨论讲，因为旺旺中时集团吼，最近这个争议是不断。咱先来看讲，咱整理大概有5点啦吼。第一点，咱来看到自2006年有接受到这个中共政府这个补助有167亿这新台票，遐尔济啦吼。第二项，咱就看到伊甲这个中国这个北京日报合办的这个第4届两岸媒体人北京峰会哦，有65间的这台湾媒体做回来参加。会中的上场就是咱头拄于燕姐嘛讲到，甲这个汪洋啦吼，都是中国。这个全国这个政协这个主席啦吼，要宣传啥？宣传一国两制，啊，还有这个六四事件这个30周年，这个中国时报这个网站哦，拢甲这个相关的这个报道，甲伊抬掉啦吼。啊，过去咧，咱会知影64的时阵，中国时报这个记者其实是伫遮有去用受伤害啦吼。第4点，咱看到中国时报12年的吼，做12档的这个资深的这个记者啦吼，这个刘记者啦，不满的旺中集团用这个手段伤害着台湾的这个民主自由，甲这个新闻自由，啊发表声明了后就离职啦。咱来看第5点，就是去到这个金融时报来点名讲吼，中国时报甲这个中天电视台接受中国国台办的这个指令做新闻。咱要继续来请教咱的理事啦吼，种种的争议来看，媒体改造，咱嘛定定咧讲吼，啊其实要改，要安怎改，要安怎改，咱嘛讨论真济改啊，但是接受着中国资金，你安怎看？是，咱头拄啊，几位来宾有讨论到吼，我感觉真趣味，就是感觉讲，咱政治上无永远的敌人吼，嘛无永远的朋友啦吼，就是这是真趣味的。咱大家咧，台湾的政治现象非常的热烈吼。这几个月来，阮有一个朋友，或者一个日本的记者叫野岛刚吼，伊前几个月伫阮的一个活动。伊有来参加，伊就讲哦，伊感觉台湾的选举有够热烈的吼，比起日本的政坛吼是热烈，唔知几啊百倍。伊讲哦，伊大概来台湾拢发现讲，有一个人，搁有一个人要参选总统吼，一个大概来拢无共款吼，啊，愈来愈热烈，愈来愈人愈来愈侪安尼吼。主持人是要了解，头拄甲我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媒体的问题吼。资金的这个投入去啦，你个看，这中国时报吼，也是旺中集团167亿自2006年开始，其实是真济呢。到即阵13档啊，167亿。你看媒体这个经营嘛是真困难，有法度中国互伊167亿13年那个资助落去，其实这是真严重的。真趣味吼，因为路透社嘛有讲台湾有5间媒体，有体。我是感觉讲，我伫咧等讲是倒5间咧吼，咱奇怪，咱大家拢无去挖掘吼，无去滴应吼，这件代志吼，我是有感觉真趣味吼，嘛是有可能讲，毋是干那一间哦，可能几啊间哦，可能有一个恐怖的平衡吼，毋是干那什么颜色的媒体有体吼，另外一个颜色媒体有体，敢是安尼吼，我毋知吼，我是感觉讲，我有希望讲，我们的媒体记者深入再去哈。
再去挖掘哈。继续去挖他拄市长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讲媒体的改革哈，那是所谓境外势力对咱媒体的影响啦哈。当然哈，咱需要更较侪证据来证明这件代志哈。你什么？咱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哈，什么代志若要去定罪别人，若要去指控别人的行动嘛，要有证据啦哈，这是一定的。啊，不过我是要讨论一个观念，就是你知影大家在小媒是拢讲我有言论自由嘛吼，我有言论自由吼，你袂当阻止我发表我家己的意见吼。我想要就言论自由这个观念吼，做一个表达甲说明啦吼。咱知影讲言论自由是真重要，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内底第四权吼，一定咱爱去保护伊，爱去维护伊，作为咱民主的民主的社会爱去运作，民主的政治体制爱去运作，这是上重要的一个部分。吼，啊，毋过言论自由毋是无限制，毋是无范围，毋是无范围哦，吼。比如讲，咱若是有一个社会案件，吼，那当事人若是囡仔儿童。咱若要去报道的时，袂当报道因兜住伫倒，伊叫啥名，啊嘛袂当去翕到伊的面。若要翕到伊的面的时，就爱拍马赛克。吼，这是一定咱媒体拢爱遵守。所以咱言论自由毋是无限制，咱言论自由的限制就是袂当去妨害到别人的自由为前提。吼，咱若是若个讲转来，言论自由就是袂当去妨害别人的自由。所以我若用我的言论自由要去破坏这个言论自由的时阵，好，咱都爱这个自由都爱有讨论啊，吼，都爱有检讨啊。所以安怎讲呢？咱若用咱的言论自由去主张讲，咱袂当有言论自由啊。比如讲，咱若主张讲，咱台湾爱互中国共产党来统治，吼，因为咱大家拢知影，若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人民是无言论自由啊，媒体是无言论自由啊。所以咱即马若是用咱伫台湾的言论自由去主张讲，啊无咱互中国共产党来统治吼，就是安尼，行袂通啊。大的吼，因较大的国家较大的经济体，所以咱会趁大钱。若是安尼的话，吼，咱就是要牺牲咱的言论自由的话，咱是做安尼主张的时阵，咱可能都要来讨论哦，吼。你若言论自由去迫害言论自由，我主张用我的自由去迫害言论自由的时阵，这款的自由是毋是正当？吼，是毋是合法？是毋是合理？吼，所以这就是我想要表达的一个意见。是，尤其是这个报道嘛，讲吼，这个过去啦，国台办是直接这个指示吼，在这个新闻媒体啦，啊，还有这个学生的这个论文嘛，有写着讲过去去采访也是这个访谈的时阵，因拢有这个直接的证据，就是讲吼，在这个媒体记者吼，因咧访谈的时阵，拢有讲到因这个媒体室啦吼，咱咧讲编辑室啦吼，因都是直接受这个国台办这个指示啦吼，咱过来看这种郭文德这个两岸关系到底是安怎看？其实伫2011年的时阵，咱有整理起来吼，接受民视这个访问时阵，啥物叫做9·2共识？伊就讲就是下跪投降啦吼。啊，第2014年，伊讲6月4号的时阵，6·4的时阵，中国这个民运人士陈光诚有讲过，卖甲民主送去中国啦，因为中国会甲独裁送过来伫台湾吼，啊，好，台湾的咱哦，爱深深来思考一下。2015年接受这个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甲中评社专访，伊讲这个9·2共识啦，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这个基础，对着这个立场表示尊重，甲这个了解哦。其实你看2011年甲2015年，这个9·2共识才都真差啦吼。咱搁看到2015年上海、台北双城论坛的时阵，伊讲啥？伊就4个互相甲这个。互相尊重、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合作，来促进这个交流。2019年正月时阵，受到台视这专访，伊甲中国比作啥？比作是这个警察，啊，咱台湾是啥？抢匪呢？吼！2019年8月时阵，伊讲今仔日才讲的，中国毋捌跳过，因为是办着这个最大的猪队友，伊是讲这个反送中这部分啊，到底你是甲？这个中国做这个朋友，啊，佮家做猪队友，你是要安怎看这两岸的关系？佮讲到这个9·2共识，咱请到这个于燕姐。
对，其实足感谢公司哦，甲咱经历遮尔济哦，就是对2014年到今嘛，啊，你就发现讲，2014年的时阵，参后壁这4档拢无共款，啊，用到最近的时阵，就是迄句话，大家感觉讲，迄就是食西瓜半暝反正哦，那会阁变过来啊？就是2014年选举结束了后，到今年要选总统哦。在进前这段时间，参过去的柯文哲拢无共款。其实我要甲余修哦，甲一个少年囡仔讲，这就是为虾米，阮一个较资深的会相继离开柯文哲迄边的一个原因之一。哦，就是毋是讲今仔日讲啊，伊对人亲像狗啊，伊无毋对，伊倒来无回伊拢安尼讲吼。啊，但是这毋是重点，咱看一个政治人物来看的是伊的路线、伊的价值。啊，但是2014年以前的柯文哲，我认同，我所认同，伊迄当阵所讲的，伊是讲陈光诚伊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当较自由面对这6·4事件，所以我阁问你，啊，为虾米当选市长了后，第一任、第二当、第3当到第4当，拢点无讲虾米？就是因为迄年的稿，迄是洪志坤所写，写了后，伊讲台湾民进党比方。几个领袖，大家感觉讲好，就安尼做，所做了到即马，现主是大家讹咧讲，迄当初的柯文哲讲啊足好诶，但是无想到讲，其实这是别人写的稿，我毋知影伊毋是墨绿诶，我若是迄当阵知影的时阵，就不会柯文哲家己讲诶，迄是民进党养虎为患，因为阮叫讲伊是咱的共款路线甲价值的人，咱共款路线价值，就是咱以咱的土地清廉勤政爱乡土。这个物件，迄当阵大家拢写有过互伊啊，但是为什么第2当了后，对中国过拢无去啊？但无对市情甲台湾的，对遮我有听到余修讲出来，我嘛足欢喜的。我毋知影伊对一边是真的，对一边假。是。所以伊嘛无敢讲这，你要注意哦。伊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阵，伊个学了因的毛泽东。刷来伊个讲过一句话，伊讲这个胡锦涛也是温家宝是伊感觉足好的。政治领导者，即句话出来的时阵，我的朋友对美国咧，甲我讲，哪有即款的市长？因为这个人是屠杀足济中国人啊，都是世界的屠杀者。亲像这个德国跟纳粹这关系。是，你搁甲伊学了，你无教学了毛泽东，你的现代嘛学了，你即摆是不是要学了习近平？好个在，最近咱就发现讲，5当过去啊，今仔日开始柯文哲的路线无共款啊，转来啊，参蔡旺旺。这冰的所以我唔知影这是好啊，唔是唔好。咱嘛是爱不以人废言。我认为他最近批评蔡衍明的是对的。但是因为我知影咱拢唔是少年嘛，唔是囡仔。咱嘛知影讲，昨天咱个甲你讲安怎甜言蜜语，今仔日的冰的翻脸不认人，这款的爱情还是这款的政治，拢唔是实在。是。所以这件代志其实我搁补充啦，因为我认为讲咱的人民。是足温和的，所以咱唔知影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什么代志哦。你看，这个是这是去年年底中国的党媒伊也去澳洲去恐吓他们的媒体嘿，然后而且接着他们还有这个是我从这是7月的时阵到伦敦一个报社开的一个会这个会有100个国家。60个部长外交部长还是新闻部长，啥物拢搞60个国家这是足侪人的差不多1000个媒体，台湾有几个媒体会开？因咧讨论啥物？就是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甲俄罗斯对全世界开始用假新闻来做攻击，亲像资讯战安尼用这个假消息来对阵。你讲得足好诶，对这个会议内底，这个部长是讲，即摆新闻就是新的战争，这就是资讯战。混合战、超限战，台湾现主席嘛是都战争内底，唔是讲是咧枪炮弹药，唔是安尼，迄是因为即用报纸来甲你修正。俄罗斯嘛是安尼对伊边啊国家，所以这个问题遮尔严重的时阵，我希望讲柯文哲，也是其他的台湾政治人物，咱回过头来看，咱的媒体即马敢是对手，是集权国家内底的工具。应该是要来洗咱的脑尔，刷落来，因就是你这个政治人物有乖的时阵，过去5当讲我的话的时阵，我就甲你抱，你就是头版头101个，你即马我有较好的人的时阵，我就甲你修理，无毋对嘛？伊即马互媒体修理啊，
但是过去伊无一工是消停遐个互媒体修理的遐个人，所以我感觉这点，这是咱看这件代志的时阵，无共款的层次，咱会看得清楚。是，有影啦，咱咧看到这个，头拄于燕姐嘛讲到伊过去这个伫市府这个心声啦吼，毋是这个因为这个伊的做人处事是伊的这个言行这个部分，尤其对着这个量化，咱搁请教这个余修哥啦，因为咱咧讲吼。2011年的时阵，伊就讲到九二共识就是下跪嘛吼，啊2015年的时阵，伊就是甲这个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讲，这是两岸和平发展的这个基础。这就咱来做伙来检验嘛吼，就是九二共识，你这个人脉是啥物？瓜市长你的人脉是啥物？啊，现主现伊讲到今仔日啦，中国毋捌翘过。就是扮演最大猪队友，伊是讲反送中这款代志。其实咱咧讨论到伊对这个中国啊，今仔日则讲，伊甲这个国台办是对手。这吼头一点吼，对九二共识吼，我们的瓜市长吼，从来无赞成九二共识。你看上济讲我尊重甲理解尔。是。吼，这头一点。第二点，政治上是安尼啦，吼。你甲看，那照这个标准吼，安尼吼，咱来看李登辉总统。李登辉总统有国家统一委员会有无？有国家统一的纲领有无？一个原则嘛。但是咱的李总统是这30年来，互台湾人行上一个无法度回头的民主路。伊逐项有啊，假使逐项有啊，但是本土政权的本土性是伫李登辉总统任内确立，这头一点。第二点，若照这个标准，民主进步党对19这个年代的时阵，都一直咧讲台独的东宫嘛，4个如果嘛，伊若拍，阮就发宣布独立；伊若安怎，阮就独立，对无？到2000年的时阵，有台湾前途的决议文，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国名叫中华民国，有无？过来有国家一体、族群多元的决议文。意思讲，不管你的中华民国认同也好，台湾认同也好，咱拢是爱这块土地，咱拢是这块土地的主人。是。一直到2016年，大家记袂？蔡英文总统规场选举跟他4个字叫维持现状。我做一个民进党的党员，阮遐真不满啊！你连台湾前途决议文，你都无讲，2016年拢无讲。但是，阮大概会当理解，徛伫我个人的立场，我通理解讲，蔡总统迄个时阵伊的考量，伊要考量讲，伊嘛伫金门讲。无必要一定爱对中国有敌意嘛。是。好，如果咱是共一个称斤称两，拢共一个称啊面顶去称，咱就会当理解讲，其实说来说去，行来行去，以台湾上大的利益为主，啊标准嘛爱一致啊，标准嘛爱一致，这头一个。是。哦，这标准爱一致啊，这袂使讲你对国民党就讲，你摕汉镜甲看。是。坦白讲，我读过讲这历史，你看李登辉总统，你看蔡英文主席。伫无共款的时期，党伫无共款的时期，拢有真侪认知，这是爱保护台湾上大的利益嘛。我要安尼讲，就是讲，1992年民主进步党毋是甲新党啉大河甲的咖啡吗？咱甲国家的认同，拢是爱这块土地啊。只是讲国民党你爱的方法有较侪人认同无？啊是民进党，啊是未来另外要什么党，大家爱争取国较侪人的认同嘛。这才是头路啊，对不？这都爱讨论无？当然嘛爱讨论。但是应该爱摕一个共一个称斤，你若要称斤称两，爱共一个天平面顶比，安尼才有意思嘛。当然会使对国民党市长检验无？当然嘛会使，民主国家嘛，爱愈来爱愈检验嘛，这种好代志啊，这毋是歹代志。是咱做回来，佫看到讲哦，2019年这个正月这个接受台视专访的时阵，伊甲这个台湾比作是这个抢匪强盗啦吼，啊，煞无看到这个警察是中国，伊安尼这个比如。这个于燕姐你安怎看咧？我感觉这是上严重的代志。我做一个少年朋友哦，因就是因为即摆的这个比如，所以因就是感觉讲，于燕，我刚发现讲你旧年所讲的是真的，我袂好互伊骗落去啊。因为迄当阵伊讲中国是警察的时阵，偌济人骂伊嘛，到即嘛无回失礼啊。所以其实我感觉像优秀安尼优秀的少年囡仔所讲的物件，其实像柯文哲伊所讲的是无共款的代志。共款啊，完全拢相共。你嘛感觉阿强的对台湾是警察，台湾是土匪。我等你再来解说，互燕姐讲我了。好，我就是安尼。是啊，咱继续来先看到讲吼，其实对着这个侪听伊的人啦吼，较早有啥谢和弦啦吼，啊有这个咱所讲的有一个人是真重要，这个人是啥？咱来看嘛咧，就是馆长。伊这个态度变啊！哦，伊讲过去柯文哲市长有100分，你即马无够60分，咱来看馆长是安怎讲。
我对柯 P 现在的行为，我个人觉得蛮失望，还到反他的地步是没有了。本来他在我心目中是100分，现在已经不到60分。他这几天的表现，尤其是跟泰典明的吃了10几次饭，我真的觉得我怎么想，我都没有办法去谅解他这件事情。而且在馆长举办反红梅的这段时间，他们2个还是很密切的。早就已经在联系、联络、吃饭。我个人认为是这样。今天一个人，这么多的人支持，你根本压根不用去跟这种亲中、亲共。我陈之汉从623出来维护台湾主权，也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今天他们2个人私底下协商了10几次，我真心话，我真的也没有办法再帮你讲话。这几天 PTT 版上所有的政论节目、所有的报纸上面。铺天盖地卷地而来的，都是这些你跟中国官方、你跟中国这些中共的这些在台湾的代理人，你到底有什么好谈的？统独议题是假议题，你认为是假议题，我认为不是。香港的事情，我认为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那台湾统独议题不重要，我觉得非常重要。你不能永远逃避这个东西，你也不能永远模棱两可。这个世界上。等到了要选边站的时候，只有黑与白，是与非，左边右边，前面后面，你只能选一边站。所以你现在到底在哪一边？不要让大家都看不懂你的所作所为，这是我这一阵子最搞不懂你的地方。馆长讲伊不清楚，这个跨文体市长伊到底是安怎？咱嘛看到伊这个趋势，咱看到吼，这个科粉啊吼，伫这个名册，人数是直直落落去呢，2127595是伊上悬的这个时阵。今仔日咧，现主时咱来看到2029395人，60万去啊！这个10万是差不多5%以上啦吼。咱继续来请教余小哥啦吼，你安怎看到最近柯文哲安尼人数啦支持者豆安尼落落来，其实有受到伊这个言论的这个部分啊，有人批评伊讲是对台湾啊假讲假言，对中国毋捌实验过，你安怎看？头一个吼，这个。进步的时代吼，政治人物包括市长也好，其他的人透过这个名册嘛，脸书吼，沟通，当然这个人数降吼，这当然都是咱嘛希望讲会当用更较侪的时间吼来说明咱的立场嘛。但是咱嘛要坦白讲，就是讲这个降吼，加减啦吼，这个嘛有真侪人，我的朋友嘛有啊，10几天呢？毋是，我要讲啊袂了，伊就是。照3顿甲大家讲，你大家去检查无，紧甲退安尼啦，吼，有啦，嘛是有安尼人啦，吼，但是这自由啦，我毋是讲这袂使，因嘛，凭这就是个人的选择，是嘛？这是选择啦，吼。第二个就是讲吼，他拄仔于燕姐讲到迄个迄个抢劫的啦，吼，警察啦，吼，其实这是安尼，我讲过啦，吼，咱看人凭良心，凭一个共款的基础去看，其实市长捌咧讲这个迄个韩国瑜市长吼。尾啊去中联办的时阵，伊捌公开讲，伊讲吼，那台湾的关系遮简单吼，你若去美国了后，你搁敢行入去中联办，我输你啦，我输你啦，你敢行入去中联办，搁讲遐，其实市长讲真清楚嘛，伊的意思其实真清楚，就是讲，咱伫这个美国、中国、甲台湾中3个无共款，坦白讲，3个思考拢无共。你看今仔日的迄个川普无人机卖咱嘛 ，F16V 也算真新嘛，吼。当然，这伫政治上对蔡总统是加分，这无毋对。但是，人川普嘛算故意兼老实啦。吼，我意思讲即句话，讲这安尼真好啊。这我相信台湾应该知影家己爱安怎用武器。第2点嘛重点嘛，这嘛真侪就业的机会甲钱啊。吼，所以讲其实你也看，美国当然是咱的好朋友嘛，嘛甲咱斗相共真侪嘛。但是伫某一种程度上，咱嘛袂使怪伊，因为伊一定是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去出门嘛。过来，馆长这是安尼啦，吼，就是讲。当然是市长未来应该是有咧直接，就是讲爱搁去你直播，甲大家说明嘛。吼，就讲伊的认知甲伊的认为是安怎做。我想看久长来看吼，2个重点嘛。头一个国民党当然受检验嘛，这甲伊有要选总统无要选总统，其实拢无关系嘛。是啦，咱要来看到这个瓜市长啦吼，其实伊这个主动了，其实声势。无较好呢，咱先请这个川哥。其实咱瓜市长是一个足聪明的，伊常常咧讲伊家己吼，
无几个人了解伊咧想啥物件，所以头仔听到医院一个讲，哦，过去原来先啊伊的政策吼，伫咧对大陆的态度一直改变，就是因为大概吼无共时机、无共时阵写的稿吼拢无共款，所以咱是希望讲咱官市长伊要有一个中心思想，要有伊的理念，对大陆吼、对中国大陆、对咱台湾人民，伊要有。一致从头到尾拢是共款的，对咱人民的讲法吼，莫互别人咧想讲，今年安尼讲，啊明年佫安尼讲，咱嘛希望讲，咱瓜市长会当回归到市政，吼，对伊四当前第一任吼做市长的时阵，伊找到用五大弊案，到即卖做的代志，伊到底开始咧做啊未？做到什么程度？爱甲咱的人民讲互清楚。安尼，咱的人民靠都找，因为咱做少年人，其实瓜市长吼，伊足侪少年人拢足支持伊的。但是我想，做少年人，我咱唔知影咱瓜市长对两岸的政策咧想什么代志，因为无够清楚，讲了无够清楚。咱嘛希望咱瓜市长吼继续伫咧这个所在，吼，佮继续吼讲互较清楚咧。是两岸这个一定要讲互清楚，毕竟这个中国甲这个台湾即摆的这个关系，有人讲哦2020年。定这个柯文哲嘛讲吼，卖伫啊统独之间选一个啦吼，但是伊这个统独之间，伊的立场是安怎？到底嘛是要讲好清楚啦吼。咱继续来看讲哦，这个现主现呐，2020年大选这个情形，国民党已经有这个韩国瑜，咱这个民进党也有这个孙秋这连任的这个蔡总统啦。啊，到底柯文哲、这王金平、佮郭台铭三个是要相夹无？咱来看讲因是安怎回。2020总统大选，郭瓜王桃园公开合体破局，不过三方的势力革命犹原点咧进行。就看报道，郭王两个人伫回过6届，确定合作了后，才搁含瓜做伙行。郭台铭未来的动向，目前是拟定2种剧本，一个是19对决宣布参选，另外一个方案是等国民党换函，改由郭台铭代表国民党出征。安尼到时阵，郭文哲敢搁会支持郭台铭？2018的选举，我们学到一课，就是说，不见得说。即使是所谓的柯粉，你知道，他也不见得100%会转移，所以不是那个说我们拿个旗子出来摇一摇，那所有的柯文全部就100%投票转向，不会。坦白讲哦，转向可以到50%都不得了的。针对郭台铭2套剧本的传闻，郭办讲了真暧昧，讲报道内容是3分真7分假。根据苹果日报的民调显示，郭瓜配这个组合会当打败蔡英文和韩国瑜。从现在的状况怎么移动到我们希望的目标，那才是努力的目标。民调只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要努力的话，我们要努力哪个方向？郭瓜配是不是有影也唔知影，不过对于组党了后，瓜粉的人数一再下降。就连过去挺郭文哲的馆长嘛，讲郭文哲已经对100分变做是60分。郭文哲决定要去馆长直播的节目当面解答疑问，和外界解套是要用这个方式将流失的支持者找到回来。记者综合报道。是啊，咱就要来请教，就讲郭市长这个主动了后，到底是要创啥？咱嘛知影伊这上大这目的是这个国会啦。啊，其实吼，咱头先嘛讲到这个伊甲这个媒体的关系，大家进前是咧相听的时阵，啊，因是好朋友，现主时人若无甲听的时阵，就变这个。无，这毋是好朋友嘛，有大是大非，毋是好朋友无听，所以变做冤家，这逻辑无相共。进前你还未讲，这警察是对一个。啊，为什么中共是警察？啊，你为什么认同这款代志？迄个原则我头拄仔讲过嘛。其实讲的是一个现状，就是讲咱譬如讲徛伫遮，咱毋是敢看头前看后壁。我定咧讲，北京话叫做瞻前顾后嘛。所以顾后之后，你感觉中国是警察？甲顾后，啊，其他的是土匪。共款重要。你爱讲好实在。无啦，原则你真清楚我咧讲啥，就是讲。其实咱对真侪现状，就是我咧讲，我讲北京话瞻前顾后。瞻前顾后，为什么中国会变成警察来掠台湾？真简单讲，总统就甲咱讲，伫金门伊就人讲，咱无必要对中国爱抱有100%的敌意。人伊嘛讲啊，人伊今有总统无讲唔对啊。无敌意，甲这个警察的关系应该是有差啦吼。伊咧讲的是讲，咱去思考每一项代志的时阵，应该程度上拢应该家己心内真清楚，毋是高平嘛。咱甲美国市长的态度真清楚嘛，吼，较歪美国、日本嘛，啊，另外对中国的关系就是有中嘛，就是较歪美国、日本，咱的价值，咱的民主价值应该是讲恁可比较歪日本甲美国，较无歪中国。有中啊，本来就是啊，啊，这嘛是讲有中，无讲较亲迄边啊。对啊，亲美日有中。所以我讲你讲的，像可比讲的是无共款啊。亲美日有中，伊定来讲嘛，伊定来讲啊，伊也毋是无定来讲啊嘛。啊，但是你是讲较亲美日，较无对中国较好。本来就亲美日有中啊。对吧？咱党内真侪人嘛，两岸一家人，两岸兄弟之邦，对吧？对吧？
嘛亲中爱台敢无？哦，所以你即摆是亲中爱台啊。所以我意思就讲，你是亲中啊。无我讲咱党内嘛有人讲亲中爱台啊，啊敢无？吼，我大意是安尼啦。是啊，咱搁回倒头来看，要问就讲这个媒体这个关系啦。其实 NCC 过去这个报道的时阵，要认定这个内容的部分，其实有这个法则啦吼。咱先请教这个理事啦吼。NCC 有啥物法则？会有啥物功能啦吼？针对这。简单来讲，因为咱台湾是民主国家嘛，所以言论自由是非常的重要哈。所以干那一条 NCC 即马干那一条的法，就是违反事实查证，你没有事实查证。好，比如讲中天迄天去用罚一条，就是讲。伊 NCC 怀疑，进前 NCC 怀疑什么，啊伊家己新闻咧报的时，伊1、2、3、4、5，啊伊讲4、5、6、7、8，就是讲伊讲伊家己防法的理由，甲实际上伊防法的理由无共款。啊 NCC 就讲，啊我甲你讲要罚你什么嘿，啊你家己哪会唔知？你家己当事人你无可能唔知，所以你这就是恶意的扭曲，所以伊个甲我讲违反事实查证安尼啦吼，就是讲，因为咱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言论自由非常的非常的保守，所以咱即马就是真严谨啦吼，要罚媒体是真严谨吼，所以虽然大家对旺中也是对伊的媒体集团有真侪意见，咱社会上，啊，毋过政府咧做的是真侪人不满意啦，吼，感觉讲是安那安尼拔骹拔手吼，明明就是遐侪证据啊，吼，啊，毋过我是感觉讲，应该是若有较侪证据出来的时阵，吼，社会若是有搁较有共识的时阵，吼，可能。代志也无共款啦吼，啊，毋过因为毋是无法律咯，比如讲伊是有执照的，伊执照到期的时嘛是爱换照，啊，伊换照嘛是爱有一个门槛，嘛是有一个条件，啊，到时伊是会当符合这个条件无？最近毋是有一个消息讲伊要换迄个负责人，伊要换一寡伊的股权要转移吼，因为伊捌答应 NCC 讲伊到8月底时，伊就爱持股爱低于50%，吼，啊，即嘛就是因为。伊法律上伊就是爱去遵守，啊，毋过实际上呢，咱若有看伊的内容，就知影讲啊，伊的原来照伊原来迄个格调咧行啦吼。所以咱先来看讲吼，因为这个部分其实咱为什么讲到旺中甲 NC 这个关系，因为罚足济啊啦吼。啊，因即马咱看到旺中集团因的处理嘛是真清楚。啊，毋过毋是上济哦，咱知影讲英国嘛是民主国家哦，英国最近 Ofcom 就是因甲咱台湾 NCC 共款的这个单位，伊罚伊一个俄罗斯电视台，就是一个在英国境内的俄罗斯的电视台哈，因为英国嘛是一个媒体自由国家，俄罗斯的资金伫英国。内面做一个电视台，啊电视台咧报道，伊即摆伊 Ofcom 甲罚20万20万的英镑，20万的英镑就是800万的台票吼，比咱比旺中红罚的搁较济啦，就是讲，毋是讲干那咱台湾有一个即款的担忧，因为英国即摆。无啥嘛，因为脱欧，因为因国内足侪代志，就是因感觉讲媒体的问题真严重，就是有一寡的扭曲的新闻，一寡的假新闻，一寡立场偏颇的新闻，吼，伫英国的国内啊，影响着民意，影响着公民的判断，吼，伫投票的时阵，伫做政治的判断的时阵，吼，有一寡的差池安尼。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哦，咱讲咱旺中甲这个 NCC 的关系。因要发，所以即摆中天啦吼嘛，真小心，因讨论到家己的新闻，因就伫边仔拍一个设计新闻，所以因对这个处理嘛是有因这个考量。但是咱要讲到旺中，其实进前是有人讲这个较美郭台铭啦吼，啊，即阵郭台铭这个合作的这个动向吼，大家嘛真关心。就是讲咱来看讲上新的这个民调是安怎看吼？蔡韩啊吼，蔡英文甲这个韩国瑜这个对决的时阵，咱看到这个死亡交叉已经直这个出现啊，咱看到这个蔡英文总统伊是42%，韩国瑜34.2%，啊，这个 TVBS 民调嘛是47%，赢这韩国瑜42%。咱继续来看到讲，若是蔡韩郭吼，这3个人来做伙来比的时阵，郭台铭是上尾啊吼，啊是32.7%，是蔡总统是第1名，第2名是有赢韩国瑜3.7%。咱搁继续看到这个赢郭台铭哦，嘛是有争差要正10%这个情形。咱搁继续看讲蔡韩郭。再个有柯文哲，若是革命，因上新的民调是安怎看吼？苹果日报上新的民调是29.2、27.3是韩国瑜，啊，郭柯革命是29.4。咱搁看到 TVBS 的这部分是，这个郭柯革命是29%，所以
这有小警察，咱要安怎解读吼？这个民调这个部分。民调一定会变化啦哦，所以但是看起来嘛是三脚督。是。三脚督的选举哦，我照过就是2000年迄摆宋楚瑜甲连战哦，要阿扁总统要就是后一摆啊，咱看起来后一摆已经看起来这个局势是三脚督啊，但是看起来就是第一点就是小英稳啊。较稳啊，吼，较稳尔哦，选举是真正半当变化会足大。但是咱看即摆捧个民调就是，三脚督的时阵其实是三分天下，拢是都误差范围内底。所以即马每一项代志拢会影响到咱的选举。所以今仔日咱的主题是讲媒体足重要的，所以我专工找到这个张景华老师哦，伊的先生嘛是林火旺，马英九的幕僚，伊迄当阵就到伊的一本册内底写着讲哦，其实政府是无法度发的哦，足歹发的，因为法庭会变化做较慢哦，但是这个大万宣啊对台湾哦，舆论战已经开始啊，对手咧，不管是俄罗斯对乌克兰，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咱台湾哦。有媒体并购，但是甲伊买起来，这看起来就是即摆旺中集团就是安尼。另外一个代理人连结，旺中某些程度嘛使讲是安尼。要买新闻，还是买广告，要就是排除异己啊，这恐吓你用脸书霸凌你哦，粉丝数如何安尼霸凌，要有因的记者亲中国。但是搁加的时阵，我就是要讲到主持所问的，这个代理人连结，即摆上恐怖的就是讲。媒体连接甲政治人物，伊所讲的是，咱的敌国所讲的话，比方讲乌克兰，伊的总统即马选出来，大家全世界拢知影，就是俄罗斯影响，俄罗斯介意迄个。共款活过头来，其实咱知影台湾有民主的选举，但咱选出来，敢的是就是拄啊遮尔好，中国介意。我感觉这就是咱即马看媒体为什么遮尔重要的时阵，一定爱讨论的代志。所以民调逐工拢会变化。可能今仔日一台媒体别看到什么代志，了后可能马彩的变化。咱嘛唔知影这个媒体是不是亲中的，还是亲美，还是亲什么啊？其实咱嘛希望所有媒体拢是亲咱的个人的。即马全世界包括德国、美国、法国、韩国，拢针对这个假消息要有代理人一定新的法律啊。但是咱台湾，因为咱台湾媒体即马是休战争状态。美国嘛安尼讲，英国嘛安尼讲，就是咱台湾媒体是互人正战争攻入的。所以我感觉这件代志是咱人民爱想较济。是，真正爱想清楚啦，因为这个资讯的这个战的部分，中国已经真侪种的这个方法，这个陷落咱的这个公庙也好啦，足侪这个真侪站吼，网络也好，真侪站咧做处理。咱搁回过头来讲这个民调啦吼，因为这个郭台铭甲这个郭文迪到底有要合作无？其实是一个真重要问题。但是过去咱看到媒体报道也好，拢是这个郭市长还是郭主席伫这个媒体来放话，咱先请教这个川哥啦吼。这个影响到恁的，就是若是郭甲柯结盟，对恁嘛有真影响嘛？因为你现主现就是要支持韩国瑜选总统。韩国瑜是咱国民党唯一支持的那个候选人啦，这是毋庸置疑啦吼。你讲咱过党的甲咱王议长，其实拢是咱国民党非常优秀的党员，所以因会一直支持咱国民党，甲支持咱中华民国的成长吼，这是毋庸置疑的。咱其实伫咧即个局内底，播一个稳当当袂输的叫，就是咱那个郭市长，吼，是安怎安怎讲伊安怎播拢袂输，就是讲，因为伊同无伊即马做市长，伊佫用一个民众党，用这个民众党，当然伊嘛希望讲，这个民众党会伫咧未来伫咧国会内底会当延续伊的政治生命。但是咱以柯文哲，咱郭市长，伊头段伊嘛有讲着，郭市长伊的票数有法度转移互伊的迄个推荐的候选人无？其实咱看伊过去咧，包括伊支持的子弟兵议会议员。甲甚至迄个立委迄个补选的部分，其实选了拢无介事实，选了无介事实，所以郭文哲伊家己足清楚讲，我的票数是无法度转移的。今仔日讲伊讲拜托迄个郭台铭出来，咱国党的出来选总统，结果伊无要做副总统，这绝对票数无法度转移的。所以咱郭台铭伊足巧的，伊这个人伊袂讲迄个算讲今仔即张票伊明知袂赢，伊就袂去搬伊顺人不利己的代志伊袂去做。
吼，啊，既然伊袂去做的情形下，对于咱来讲，要合的机会就无足大的。是，嘿，所以不过咱看到这个伫媒体上啦吼，瓜文迪到底有要甲这个郭台铭合作无？咱请余小哥啦吼。这应该是安尼讲，就是讲台湾的政治行到即阵吼，即于元杰嘛拢前辈吼，就是讲一定是伊迄个社会吼。有一定程度的即个种，还是讲伊有迄个养分、迄个空间，才有可能去用讨论嘛。吼，这头一点。第二点就是讲，恐惊国民党爱去思考的啦。吼，就是讲，其实咱大家拢知，即场选举若是两骹都无啥物意外，吼，大概都是蔡总统连任嘛。吼，因为我坦白讲，就是讲蔡总统的部分是，咱定上济是烦恼讲，啊，你搁4年，再搁摕啥物新的出来，但是伊的风险性，迄是会当差不多是安尼嘛。但是韩市长较互咱烦恼的，就是讲我唔知你要行土去，这是上大的麻烦。当然，刚才也免迄落，就是讲可能就是这几个月，韩市长爱用真去甲大家说明讲，你希望台湾安怎更较好嘛。徛等下第三组是安尼啦。当然每一场选举，咱看我来人讲一局一局算嘛。当然伊是，比如讲选议员，甲是选立委的时候，这票变啊转下，这种有可能。但是有一点就是讲，咱台湾人咧讲，就是讲。你若感觉迄无遐重要，就敢咱细汉吼，妈妈带咱去看游行看戏，唔敢看民族，安尼啊足爱看，我唔敢看，足爱看。伊有一定程度的空间伫的啦，啊，但是未来要安怎做，这就看咱社会期待嘛。是，今日非常感谢4位来宾来到咱这帮现场，感谢，多谢。